Hello，大家好，我係阿 K，歡迎返嚟我嘅理財頻道。今日想同大家傾一本徹底顛覆咗我成個理財觀嘅書，別把你的錢留到死。首先想問下大家，你哋有冇過呢種糾結？一邊拼命返工，搏命存錢，為咗退休金，為咗防老，將日子過得繃繃緊；一邊又羨慕人哋敢去旅行，敢去體驗生活，仲驚自己等到老咗，終於有錢有時間，個身體卻頂唔住，以前想做嘅事全部都做唔到啊！我哋由細到大都被教育要學螞蟻勤力儲糧，千祈唔好學蚱蜢，只顧玩樂。但呢本書偏偏同你講，好多螞蟻捱到最後根本就冇真正享受過一日人生啊！今集節目我就同大家分享呢本書帶俾我嘅深層思考，希望可以幫到大家諗明白一件事：理財從來都唔係為咗存一堆用唔完嘅錢。大家聽完有咩睇法，都歡迎留言同我分享。講入主題之前，麻煩大家先幫我按個讚，訂閱埋個頻道，再開埋個通知鈴，咁樣就唔會錯過我每個星期六準時更新嘅投資分享。如果大家有需要開設證券戶口，可以參考下面資訊欄入面嘅資料。另外，我仲係另一個平台開設咗付費會員頻道，主要分享我個人嘅實際操作同埋獨家投資心得。相關資料同樣放咗喺資訊欄度，價錢只係一杯咖啡左右，希望可以得到大家嘅支持。好啦，我哋正式入正題。首先同大家傾一個唔算太輕鬆，但絕對會顛覆你諗法嘅話題：臨終嘅人最後悔、最遺憾嘅到底係啲咩？有位做安寧療護嘅護士採訪過好多臨終嘅患者，最後總結出咗人生5大遺憾。我第一次睇完，真係成個人心頭一震。第一，後悔當初冇勇氣過自己想要嘅人生，而係活成咗別人期望嘅樣子。第二，後悔自己一世人太過搏命返工，錯過咗太多。第三，後悔當初冇勇氣講出自己嘅真實感受。第四，後悔冇同昔日嘅好友保持聯絡。第五，後悔自己呢一生都冇學識讓自己活得更快樂。你睇下呢5樣入面，冇一樣係後悔自己銀行戶口嘅錢唔夠多，反而好多人臨終先至發覺自己為咗賺錢錯過咗大半嘅人生啊！我哋平時總係覺得時間仲有好多，將所有享受生活嘅計劃一推再推，仲不停說服自己等退休就好啦，等賺夠錢就好啦。但你有冇諗過意外同明天到底邊個會先到？我身邊就有個長輩，年輕嘅時候搏命賺錢供樓，從來都唔捨得花錢去旅行，亦都唔捨得抽時間同朋友聚會。結果退休冇幾耐，身體就急轉直下，連院門都出唔到，成日坐喺屋企度嘆。早知道當初就多出去走走，而家想行都行唔喐啦。所以呢本書第一個最核心嘅重點就係，人生嘅時間係有限嘅。千祈唔好等到最後一刻先至後悔自己從來都冇為自己活過。講完呢啲遺憾，就到呢本書最核心、最擊中人心嘅觀點。好簡單一句，但我第一次睇完真係醒晒。原來決定你呢一生過得好唔好，從來都唔係你銀行戶口入面有幾多個零，而係你擁有幾多美好嘅體驗同回憶。作者係書入面講，物質帶嚟嘅快樂真係好短暫。買部新手機，買個名牌袋，興奮感最多撐幾日就淡晒，但體驗帶嚟嘅快樂會變成你嘅記憶股息，就算過咗好多年，你諗起都會覺得暖心。比如同最愛嘅人一次難忘嘅短途旅行，一次同老友記傾到天光嘅通宵，一次你鼓起勇氣挑戰自己嘅新嘗試，呢啲回憶會一直陪住你，就好似穩定嘅股息一樣，不斷咁為你帶嚟快樂同力量。作者仲提出咗一個好大膽，好多人睇完會嚇一跳嘅觀點：死前將財產歸零。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呢個觀點唔係叫你亂使錢做月光族，而係想同你講，你當初搏命賺錢嘅初衷唔就係為咗同自己同屋企人創造更好嘅生活體驗嗎？如果你賺咗一大筆錢，到死嗰日都用唔完，咁你其實係白白浪費咗好多寶貴嘅時間，冇將金錢變成真正屬於你自己嘅人生啊！我自己都超級認同呢個觀點。以前我好執着住個存錢數字，覺得每個月一定要存夠幾多錢先得，結果旅行唔敢去，想報好耐嘅咖啡班都唔捨得報，日子過得繃繃緊，一啲都唔開心。後來我慢慢調整心態，
每年都留一部分錢，專門用來體驗生活，先發覺日子原來可以過得咁豐富，亦都終於明白一個最簡單嘅道理：我哋存錢係為咗有更好嘅生活，而唔係為咗存錢而存錢啊！好啦，呢本書嘅上半部分內容，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核心其實就兩句：第一，人生最大嘅遺憾，從來都唔係錢唔夠多，而係你錯過咗太多本來可以擁有嘅體驗。第二，理財嘅初衷係為咗活好當下，而唔係一輩子守住銀行戶口入面冰冷嘅數字。因為呢本書嘅啟發性真係太高，內容亦都好豐富，所以我會分兩集同大家講。下一期嘅下篇，我會同大家分享超實用嘅內容，到底要點樣平衡存錢同享受生活、健康、時間、金錢呢個人生金三角，要點樣先可以把握好？仲有大家最需要嘅人生體驗清單，同計算自己生存門檻嘅具體方法，全部都會係下集同大家講清楚。以上就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全部內容，今集到此為止，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一條片再見。